喺一個星期前咧，我咧就喺 Facebook 裏邊咧就見到譬如《星島日報》啊，或者01咧都出咗一啲贊助嘅廣告，而不謀而合呢啲贊助廣告咧都係講危疾保單喺9月1號咧，全香港會大家嘅賠償定義會一致啊，咁我覺得咦〜關我事喎咁我一定要了解啦。於是咧，我就撳入去連結咧去了解。咁原來咧，政府已經出咗一個網站咧，去解釋喺9月1號咧，所有其後出嘅新保單咧，係任何本公司都好咧，喺個賠償定義咧都會一致性。呢個一致性咧係非常之重要對所有投保人咧係非常之好嘅。點解咧？嗱，過往咧唔同保險公司咧，啲人成日話我即係想比較下咁你喺建議書裏邊咧見到保嗰5類嘅危疾，其中一個係癌症一 part 咧係心臟有關嘅病，另外一 part 咧就係其他器官另外一 part 咧就係神經系統但係咧純粹以癌症而論咧。事實上咧，每間保險公司咧賠償嘅定義咧，事實上係唔一樣嘅。但係咧，客人係唔知道嘅，佢就係見到，咦，比較到兩間保險公司邊間保費平，咁就買嗰間啦。呢一個係一個誤區，或者我哋叫危疾保單嘅一個盲點。喺唔同嘅保險公司裏邊咧，賠心臟病都有唔同嘅定義。賠中風都有唔同嘅定義，間間唔同。咁但係咧，客人咧就唔知道啦。某一間保險公司佢嘅賠償定義比較寬鬆嘅，咁嗰啲保險顧問當然就會刻意啲去提嘅人喂，我哋個賠償定義容易啲嘅喎你唔好淨係去計個保費或者計個儲蓄回報喎，OK 咁但係如果你話大部分嘅保險公司佢個賠償定義都唔夠嗰間大保險公司嚟嘅，其實佢哋就唔會刻意去講啦。咁唔刻意講嘅時候，咁客人冇會以為大家嘅賠償定義一樣咯，係啦。咁我好記得嘅即係之前我諗都有10年前有一個醫生就 WhatsApp 問我Miss Chow 點解我個客腎癌A 公司就賠到 ，B 公司就賠唔到佢分開兩間保險公司買嘅危疾現金保障，點解會咁奇怪嘅咁我唔奇怪，我話你個客係咪腎癌而冇擴散啊？佢話係啊，你點知啊我話因為咧喺香港咧有好多保險公司咧喺癌症入邊咧，佢係有擴散去其他器官呢幾個字嘅。如果你嗰個病人佢喺個腎嗰個位冇擴散到去其他器官，佢未符合到個定義，當然係冇得賠啦。但係佢真係惡性腫瘤嚟嘅喎，但係就淨係喺個腎度喎。我話其中有一間大嘅保險公司咧，佢就冇呢啲擴散嘅字嘅，只要佢符合係侵略性細胞咧，就已經有得賠㗎啦。點解會一間保險公司有得賠，另外一間保險公司冇得賠咧？就係咁嘅原因啦。真係有好多個投保人都未必知嘅有一間大嘅保險公司咧，一直咧都係市場上比較寬鬆啦，喺癌症度。頭先我講就係侵略性細胞啦例如早2個月前啦，我自己都有個客人咁佢係甲狀腺即係做跟進身體嘅時候，就驗到有細胞變異啦，跟住抽組織知道就係即係唔係好嘅細胞，咁一定要做手術。個客人咧嗰個甲狀腺嘅細胞係真係侵略性細胞，所以佢幫我買所有嘅危疾嘅保單咧，全部都即係喺1個月之內就賠咗150萬嘅支票俾佢。咁而佢轉手術所有嘢都好咧，就喺高端醫療度賠償啦。咁嗰度大約係用咗幾十萬啦住2人病房嘅佢買嗰個高端醫療係2人病房。咁佢係出院免找數服務啦，自己唔需要俾錢啦。客人未夠50歲㗎OK，好啦。
咁但係如果呢個投保人佢可能又有陣時又可能信用卡又寄下嚟，又叫佢買下保險啊，或者有啲 friend 做下保險，可能佢又喺其他保險公司買啊嚇，咁係真係有機會有個情況就係，如果第二間保險公司佢個癌症定義需要擴散到其他器官嘅話咧，咁佢個 case 咧就未必賠得到啦。大家唔好覺得侵略性細胞咧係好嚴重喎嚇，賠到危疾嚇，因為我自己不嬲咧，即係接觸啲 case 咧，如果你話有啲女士嘅人嚇係乳癌咧，都會係侵略性細胞，但係咧佢哋都個復康啊都好好㗎嚇，即係而家都係即係行得走得㗎，係即係個存活率好高。咁而我呢個客人咧，佢做完手術之後咧，醫生咧俾佢嘅假紙咧只係1個月嚇，我都覺得好奇怪嘅嚇，哇嚇你賠晒危疾咁多錢應該都幾嚴重㗎啦，咁但係佢就話唔係啊，根據醫生講呢一隻癌我做完手術係只可以休息1個月假紙㗎啦，我而家要返工㗎啦咁，可能而家醫學昌明啦嚇。但係即係俾大家知道嚇嗰個即係有陣時病嚇，即係呢個客可能我都覺得佢做好多好事嘅，所以佢都即係康復得好快啦，係啦，又今次又唔需要擔心錢啦，係啦，即係都處理得幾好嘅。我估啦，可能保監局留意到就係因為可能曾經以往有啲投訴就係點解一間賠到一間賠唔到，主要就係好多投保人唔知道根本唔同保險公司嗰個唔同嘅危疾賠償嘅定義係唔同嘅。咁而家佢由嚟緊9月1號開始所有新嘅危疾現金保障嘅保險，全部一致性嗰個賠償個定義咧，我覺得咧就第一簡單咗件事情，第二令到投保人咧就唔需要再諗，哎呀我邊張單保邊張單唔保啦，係嘛？咁我覺得咧呢個對投保人係非常好嘅事嚟嘅。OK 咁亦都鼓勵大家啦，如果你健康好嘅，又檢視下自己嘅危疾保單啦就有陣時就係亦都唔好覺得係咪要去到好嚴重先至可以攞到個賠償啦因為而家醫學昌明咧，真係好多癌症嘅存活率咧都係好高嘅咁我係 Miss Chow 啦，喺疫情裏邊咧製作超過365條保險知識短片，希望將更加多嘅保險知識咧讓更加多投保人咧去認識同埋確認保險顧問嘅存在價值。如果你做緊份工覺得唔係咁開心，不妨可以請我飲杯咖啡，我去講下我呢個行業俾你知道下、認識下。可能我哋呢一個行業咧係未來呢10年咧市場上咧仍然可以有好大嘅發展，甚至乎唔可能被 AI 所取替嘅。想了解更多我呢個行業，隨時請我飲杯咖啡啦，下次見。